国民小学台语教材第5册第4课电器变把戏。电器前后变把戏。洗衫机洗衫成功袂废去。电视机精彩节目满时。冷气机热天嘛变甲冷机机。电冰箱好食物冰甲青。练习屈斗吹风机电吹电锅音响电磁炉电火果汁机烘香机。阿芳想要买电器，伊要买啥物？烘香机。